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国民党、民众党甲总统讲要见面，实讲大人见面真麻烦，讲无直接充分联系，敢若是找细汉。要求直播，毋是款，看你无爱去。 我嘛缀你人讲，即马会成局未成局，乃至到会罢免未罢免，咱今仔日4位当事者甲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民主进步党原住民立委西代大副委长。 主持人、各位来宾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塞代吴丽华委员。那么第2位，中国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林金杰。主持人、评员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3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大家好。那么第4位，资深媒体人谢浩志。大家好，大家安。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昨下这局是什么款？ 总统府本队今仔日要来举办着国安干部，昨下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拢表示无要参加，所以就办无成。南北两党拢强调，嘛是呢愿意进行着对话，不过望总统府爱有诚意。前一天，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连续拒绝参加。 和总统府原本定要第一遍举办的国安干部全国破局，这么主要问题是伫个那立白3平团会，抑个对会议形式的认知差伤多。如果说府方能够拿出最大的诚意而不是今天破局之后就指东指西，然后把这些的责任都推给在野党。 那样子比较容易促成下一次的会面。我还是记得柯主席跟我讲的那句话：我们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政党利益之上。我们随时乐于跟赖清德总统真诚坦率交换意见，共商国事，直接沟通。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在过程中一直恶意操作放话，和朝野无法度和谐。 严过南北拢重申，议员愿意进行对话。这么更加传出国民党希望会让做主人，邀请立北共同参详国事。这一次递出的橄榄枝虽然没有被收下，但是我们会持续用耐心、用爱心、用关心，持续的灌溉这一株朝野和解的橄榄树。 相信未来还是能够来创造出朝野对话，而且是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对话场域。国安干部是毋是有机会重新启动？伫咧朝野这么对立气氛这么强的情形下，要安怎透开强局，一个有待朝野找到共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他看这新闻大，其实你会当看到讲，其实3党吼拢无甲代志吼讲互破。 哦，这话拢无讲互破，兵头是帮兵，但是这话拢无讲互透，这是头一个。第2个会影响到罢免的这个气氛，还是罢免的气氛来影响到这3党的党主席或者甲总统要来见面，所以今日特别邀请到吼，嘛是罢免的这个苦海女神良女主角吼，校长西代校长吼，还要来请伊来讲，但是我要首先要请问。 校长吼，那照恁这个，那是照咱吼，应该讲咱原住民的这个规矩啦。是。那么叫人来吼，要邀请人来和谈，应该是什么气氛啊？什么安排？那照你来，你要安排，你要按照安排。我想这个第一件要厘清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会议嘛。好。那我认为这个会议就是要兑现520的时候他的一个周年的谈话。 他有说要邀请在野党的主席一起来做一个国安的会议嘛，来做一个沟通。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兑现520的周年谈话。那第2个就是我们从昨天电视上就是各党所传出来的这个讯息，我们当然是觉得说哇，
那这个沟通可能是很有问题嘛。第一个，我们感到最好笑的就是，在我们还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参加的时候，竟然是8席立委的民众党，他率先说我不去，结果52席的国民党呢，在后面说我也不去。那这个就让人家就觉得很好笑嘛。那你怎么会在他的后面说我不去？所以其实这个是在考验着国民党主席的一个智慧。那第3个就是黄国昌，他就特别提到说，很多觉得牛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啊，他说去只是听简报，没有啊，我看到流程里面有1个小时的座谈。他不是只有听取简报而已，我觉得综合讨论，对，综合讨论嘛，1小时啊，对啊，再来一共要直播啦。当然，因为我在立法院，我的位置是在黄国昌的隔壁的隔壁啦。所以我很了解他的个性，因为我每次都有发现到他无论要讲什么话，他都是先到主席台前去，然后叫人过来。就是他喜欢在那个像我们一般谈话，我们都会躲到后面媒体拍不到的地方，但是他有一个习惯，他要讲任何话，他就是要走到前面，再叫他们同党的委员过来，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喜欢荧光幕的，所以我当然可以理解他一定要求直播嘛，才有流量嘛，因为要开直播才会有流量，他很喜欢开直播嘛，但是问题是牛头不对马嘴啊。这是国安会议呢，你不能变成一直播之后变成国安破口，你就变国安破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说大家就是自己有自己心中的目的，那每个人的目的都不同的时候，怎么可能会形成一个美好的聚会？像我们原住民常常讲。所谓的美好的聚会，我以前带太武古谣队嘛，我们就常常讲所谓的美好的聚会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在对的时间，有对的人，唱对的歌，讲对的话，那个才叫做美好的聚会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心中都各怀鬼胎，那当然没有办法聚焦，所以呢，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破局的一个局面。你感觉这还有通讲下去？还有得讲吗？我个人是认为可能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有一点像是谈判嘛，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够要到我的东西，我一次就答应你，那我就没有得谈嘛。那可是现在就是说，我们当然都知道沟通谈判。就是希望我能够争取到一些我要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国安会议闭门这件事情没有多少的东西可以谈，不是那么容易谈，除非是台面下的东西。上无还佫一点钟我要请教议员，你感觉这个就像他说因两边虽然讲拒绝，但是无讲破啊，讲国家的利益在政党的利益之上啊。你感觉？本地就是我国家的利益，我这个爱同大，佮来甲政党，我甲个人的利益是上细。阮定你讲，党比超越个人，我政党的利益袂当超过国家的利益，这种是阮参与政治人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共识啦。我即摆讲，咱国民党甲民进党本地，阮就拢叫做在野党啊。阮在野党一定爱联合起来。我你嘛，你讲好，总统要邀请阮去，我一方面伫甲大罢免，阮31-0，要甲罢免掉。我一方面佫叫阮去听简报，这是啥物意义？阮实在查无啦。我所以讲，我就一方面就摕到一个钢腿啊，一个摕菜头你食。我安尼这叫做两面的手法，唔免安尼变啦。你的意思是讲罢免那先停落来，才有通。当然，我是希望安尼，因为罢免唔是阮家去但是我看恁党主席甲这秘书长伊讲提出诉求无取得府方的接受，但是要来持续沟通是基本的态度，希望是相向的对话啦。当然啦，阮看起来是佫要讲当然，阮就是讲阮无甲门关起来，嘛无甲碗拢互破。咱是讲会当佫继续，不过阮追求的是啥？会当公开。
我咱当然这是国安闭门会议，我对我拢袂使讲，爱搁签一个，甲咱立法委员你签，好，爱搁去签，来，以后我若互你来哦，若消息走出来拢是恁两个哦，哦，安尼就是代志真大条安尼。我恁讲叫阮去听，阮到底阮听是什么物件？阮当时爱甲阮遮个中常委讲无，你爱甲阮讲无？我你甲阮讲，你讲袂使讲哦，我就甲阮签落，干那我甲黄国昌两个人知影俩，阮三个人关起来，恁拢袂使知影。安尼，阮就代志搁真条了。你到底是你讲啥？你讲倒转来，搁袂使讲。安尼，这嘛是一个吼，互阮遮个中常委，包括国民党遮个人。好，所以你认为问题是出伫遮？啊，问题真济啦。好，吼，我这是是毋是一个局？这是一个局？对咱国民党大把尾是帮助，若是无帮助，阮有甲党主席讲，爱考虑再三，毋好轻易去，到时阵吼，讲啊，大去吼，这个替人算。迄个替人处杀票啦，我这样子不好啦。哦，我是感觉讲，就咧暗算济，所以爱惊错。不，爱思考再思考啊，考虑再三。惊用洗掉啊！我就讲吼，伊爱甲吼民众党两个人爱搁先讨论一下，若要去，两个拢去；若无爱去，咱就两个拢莫去。无要卡面讲，吴国昌讲啊，咱两个是另外要搁合作。你有去，我无去；我有去，你无去，安尼拢毋是办法。我说，但是听起来是，甲咱国民党沟通较袂歹呢。怎么？哦，当然啦，阮无讲电话歹食。发言人都讲当然，阮无讲吼，因为电话我歹食，袂，阮就是食。毋过阮有阮的诉求啊，你讲嘛？比如讲吼，骗人啦。看起来国民党的态度较好诶。你要吼，你即摆你是总统，你要就要去，我咱是要讲，我要讲，爱搁甲你签字呢。我即摆签落，我等下搁袂使讲，我遐中常委搁叫我讲，我搁袂使等下报告。这我知影啦，我的意思是讲，其实人过雅会吼，咱这总统的发言人甲俄罗这黄建庭吼。咱的秘书长讲是袂歹呢，拢直接来沟通啊，有来诉求安怎？啊，唯独是民众党讲开记者会尔呢。我当然这就是啥，两党一定爱团结嘛。阮是一个在野党，啊是向无团下人。不啦，你若讲吼，两个若无一致的款吼，我若去，伊讲我打好啊，啊你以后要哪合作？我嘛是代志真大条呢。定然要绑做位人真麻烦呢，蔡老师。是啊，就是讲你讲国家的利益大于政党的利益嘛。啊，这什么机会就是讲，互你这在野党有一个机会了解国家面对着什么威胁。吼，美国足侪外国先进的国家拢有这个制度，就是讲国安的进步爱向在野党的立委报告。吼，啊，当然你会当讲啊，这个哦，拢爱签保密的条款，袂使泄露出去。其实这重要伫对，你敢知？就是讲，连讲你在野党你会执政呢？啊，你到时执政的时阵，你敢会像讲啊无叫民进党来斗听看卖？大家嘛拢会嘛？啊，你即马甲这条路断掉，啊以后若恁执政的时阵要安怎？吼，啊是讲恁执政的将来就无考虑到这？吼，其实先一个国家拢有这个做法啦。吼，我感觉就是安尼吼，毋通一条绳啊拍几百个角的啦，安尼足歹透的啊。吼，啊恁的党主席。吼，议员，吼，也是讲恁的秘书长，上门嘛回一个电话，吼，啊，病营，嘿，恁有回电话嘛，吼，啊，病营就是拢开记者会啦，电话无用回，去开记者会啦，而且因过去的党主席、郭文德主席，伊都有去啊。蔡老师，你有鼓励国民党爱行家己的路，毋通咱定定绑做位，啊，无咧。毋是啊，因为以后是恁国家的利益较重嘛。可能执政呢，病营要执政的机会较无遐大啦，吼，对于交恁合作伙啦，吼，我的意思就是讲。你嘛捌执政过嘛？你嘛知影迄个物件，即个精神的重要性啦。吼，啊去参加迄，互你了解，你咧判断足侪代志的时阵，你会当，所以吼，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啊，互你思考这个代志啊。吼，啊你，但是你若要甲放我足大的吼，毋是国安尔，国事会议全部拢来讨论。迄讲5年控总统就毋是讲安尼啊，总统的意思讲来先国安干部。吼，当然你会当卖去啊，但是这是一个真可惜的机会啊。哦，迄互恁有一个机会，其实我讲哦，你做甲遮大啊，你有一个机会接受这个资料，敢拢唔好吗？你对你的判断，老师，所以你有鼓励国民党是爱去，爱去，嘿，嘛一定爱甲我讲一个较紧的啦，朱主席搁做唔知偌久啊，对不对？吼，啊，伊若是去用，假设伊都退休，用签起来的话，以后嘛无机会啊。以为你笑伤大声哦。无啦，我即嘛是安尼讲啦。你笑伤大声。我支持吼，咱教授的讲法啦，就讲国安会议是一个真好，
恁每一届总统拢有安尼办，问题就是讲，这次吼拄着较特别啊，甲过去无共款啊。即摆有一个政党来甲因大罢免啊。所以讲，这就是讲，阮的互相的、信任的基础已经破我看起来秘书长是回应袂歹呢。何志你安怎看？我本来三党拢咧算假啊，哪有钱要开？对无？你认为民进党也咧算假？假啊！我讲上简单的嘛，我要请你食饭，我来讲后礼拜3你爱来无爱来？伊讲啊无后礼拜啊后个月你啥物时有时间？对无？啊两个姿势都无共款嘛，对无？伊即马是顶礼拜来讲18号要开无爱开，拢就讲一句话。当初蔡英文甲柯文哲食一个牛肉面，前面幕僚做伙1个月啦，哪有人见面的安尼见的啦？对无？啊，搁来讲啦，18号前2天，北检起诉黄旅，严压黄旅，426怎么来的？426大游行怎么来的？黄旅扣你去嘛？就426大游行，你是朱立伦，你是敢去？620中选会要公布哪些被罢免？朱立伦那是去，不是阮死的，伊哪敢去？即摆大家拢讲啊好听哦，国家利益啦，我就有诚意的啦，大家都过来讲啦，就袂当破嘛，袂当讲这件是我来担嘛，所以拢讲啊遮好听的嘛，黄国昌那有遮硬，对无？伊无人要罢免啊，对无？啊，朱立伦31个等咧错咧等啊，伊哪有可能讲自细将硬讲哦，这破了，莫讲就莫讲，无可能嘛，所以假嘛要假出来嘛，所以你认为黄建庭对秘书长也是假的嘛？迄是我就拄讲嘛，你是头前一个黄旅，啊后壁一个中选会。卡咧中央，你敢去？是你敢去吗？如果若去，我就当面甲抗议讲，你是唔通安尼。这是国安简报呢，这不是国事会议呢？10点48分。迄综合讨论嘛是国安简报呢？是国民党来讲国事会议上来讲，国事会议，民进党记头到尾，这就是国安简报啊。如果若是拢甲这个国事会议无关，去听一下，安尼那无好。头前我来讲头前后壁，你转来你李伟嘉你要安怎讲？未交代的，你绝对未交代的嘛。黄旅拄啊黄严压对无？起诉黄严压，你即马去？你426是算假？如果我来去的时候，我先宣读我的态度就是，我不同意恁咧创这个大罢免，所以呢，我是去参加基于着这个国家的利益，我去参加着国安干部。甲其他无关，安尼会使袂？你讲会使袂？我唔知啊。426较侪人去，迄阵因为黄旅互你去，你讲叫出来上街，今摆黄旅严压，你去讲见面，这敢会通？这费事量这无可能的嘛！啊，我来讲，你总统有选这时间，对无？啊，头前的时阵你嘛无选啊，对无？你无较简单的。大罢免投票进一天，你讲阮来国安简报，你看有人去无？这物件本来就时间本来就最重要的嘛，对无？啊，你选这时间的时阵，你选这时间就稳死的啦，讲白是安尼啦。所以也是拢去卡着大罢免。一定是卡着大罢免嘛！我来讲，即马就讲，你是大家拢唔要讲互破尔，你选这时间大家知影袂成啦，要毋过我来讲，我甲你讲后壁嘛是袂成啦，大罢免进前，我就讲无一个无好时间嘛。你讲去年到近，即马是朝野对立上最严重的时候要投票啊嘛，对不？最严重的时候，你讲阮两个坐落来讲看卖咧，啊无你较早咧创啥？所以你即马到投票进前拢无机会，投票了，一定有人输袂起，是要记面。赖清德那是输。伊个会甲讲，我过来国安简报。哦，安尼来听伊。那国民党那是国民党那只好像8到6席以上，朱立伦家己都要落台啊，过来国安简报，对吧？这本来就安尼嘛，所以这物件是假的嘛。要毋过因为赖清德520就讲2项尔，对不对？一个主权基金，一个这，伊即马无做，所以啥物顺数，就无时间啊。所以上无即马提出来讲啊，我至少有做，是无讲成啦。无伊520过空啊，主权即嘛袂成啊，对不？
啊，无520就全部拢无。所以即阵提出来讲一个啊，有交代，你看哦，大家讲袂成，阮搁试看卖咧，袂搁试啊。但是对阮一般的民众来讲，你有交代无交代，其实拢无关我地带呢。那会无关你地带？你看那是大罢免，赖清德只有罢到1席2席，你看伊有交代无？无，迄是大罢免，我是讲有去参加这个国安干部。这两个本来就合作伙的啊，哪有人跳开？今年柯建铭来讲啊，今年这个会期是大罢免会期，今年就无啥物代志甲大罢免无关系的啦，啥物都有关系啦。吼，你讲这是甲迄个无地带，迄骗家己啦。我毋是家己骗家己啊，我是要先来问讲哦，甲大罢免上有关系的校长哦，委员，嘿，你认为在其他的所在你莫讲哦，你若是原住民的部落，对大罢免这项代志，敢有感觉，还是讲其实不认同？有安怎恁感觉？其实，在我们原住民哈。我这样说好了，因为在1月的时候，我从新闻媒体得知，我们被国民党主席在开中常会的时候去点名嘛，指名罢免嘛。那理由很简单，因为原住民蓝大于绿，甚至比例高达8比2，所以呢，觉得应该可以精准罢免。那就是看媒体嘛。那很多的媒体人会说啊，伍丽华、陈莹死定了吗？好啊，也有人私底下说，原住民全国选区，哇，要跑又没有这个选举的诱因，他怎么可能？所以有的人是看好，应该会被罢掉；有的人是不看好。好，但是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个过年期间，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地方有在谈论罢免，也没有在联署，真的完全没有看到。所以过完年的时候，突然蹦一个新闻。说，嘿，伍丽华跟陈莹第1阶已经送件，那我当时一定有媒体记者问我嘛，啊，我就讲，哦，我是直观的讲哦，我就直接回应记者说，啊，可能用抄的，我当时就讲说可能用抄的，因为我完全都没有听到谁在搞罢免。我无证据，但是我感觉是用抄的。我感觉是用抄的，啊，结果呢，那个中选会公布那个第1阶段的那个结果的时候。你看嘛，我的死人联署是最高的呢，啊，其实大家一直只有注意死人联署，没有去注意到其他的。我的不合格率加起来是1500多份哎，其中还非原住民的也将近200位。请算抄里面。对啊，所以就可以坐实说，可能真的是用抄的，要不然怎么会错误的不合格率会这么高？但是最妙的就是妙在有一个栏位叫做伪造情势，它写0，中选会的统计结果写0，就是你出现这么多不合理的不合格的东西，结果伪造是0，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蛮惊讶的嘛。好，伪造的。0，它有一个栏位叫做伪造，就因判断讲这不是伪造。嘿，对，因为其实那个也不能怪，因为那些资料是提供户政事务所去做稽核，去做勾稽，好，所以呢，我当时就觉得说，哇，竟然通过了，那应该是用抄的。最后看到结果，果然也是用抄的。好，那我要说的是，第2阶段开始之后。其实真的有联署的动作哦，部落内面有看到。有，嘿，因为，可是我们原住民最妙的是，我最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后来我们不是有去提告吗？结果被收押的那一位是领衔人嘛，然后有2位是10万交保嘛，最妙的是，原来这3位都是卢宪一的助理，那这个是最扯的，怎么会我们原住民的部分是？竟然找自己的公费助理去做这件事呢？那不是太离谱了吗？对，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就是荒腔走板，然后甚至在各地在处理这些联署在奔走的，其实就是另外2位委员的助理们、地方特助们。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场罢免真的是荒腔走板的原因是，即便不是同党。他们都会觉得说，伍丽华也没有做错事，啊，公都盟国会口袋国会的评鉴成绩，哦，都是优良，
啊，地方的选民服务做得很好，啊，地方的建设争取也争取的特多，啊，我们为什么要罢免他？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其实我是感恩的，因为我没有想到，原来我们原住民并不是去附着在说，因为我是国民党，所以我一定要罢免掉谁，而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很多人站出来说话，说我们不参与罢免，甚至有的是寄回去，甚至很多的是被骂回去。所以我觉得在原住民社会当中，我也做对了一件事，因为即便我被罢免，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去罢人家？我说我们原住民已经人数这么少，我们不要去做这种撕裂原住民情感的事情。所以我这次最后罢免第2届没有成功。其实我是充满感恩的，因为我看到。校长，你敢有赞成，不是原住民的这款立委去用罢免？我要说，其实罢免要讲理由。那我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就我刚刚讲的那些，我们原住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看到这一次的国会乱象，确实是看到国会乱象。那国会乱象，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我们讲的抢钱抢权，就是你国会又扩权，然后呢，你又故意透过很多立法委员不能够去做增加所谓的预算，你不得去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偏偏提的一堆案子都是故意。喂啊，恁的原住民的同胞、刚部落的人，敢唔像你安尼想？你是说哪一种想法？想讲，这个唔是原住民的这款立委啊，抢钱、抢权，安尼，因有共款这种想法吗？还是讲无？这不关我的代志，我无了解。不会。其实现在媒体很发达，好，那即便我们的原住民，我承认，大概比较多数，也许7、8成，他们都有这种偏食的习惯。就是只看哪一台，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一些媒体资讯其实是非常偏颇的。可是在这个偏颇当中，他们确实也看到了国会很乱，他们确实是有看到这一块。所以当我们在谈为什么要罢免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是可以认同说，哇，这一届的国会好乱。那他们也有意识到说，那是不是要重来？有感觉，你感觉因同意的人较济，还是不同意的人较济？这个我当然没有做调查，但是我从给我的回馈还有接触当中，我是可以感受得到说，大家觉得很乱但是呢，他们觉得我们原住民很无辜。对。是，若是金格议员你来看这个民调2025立委罢免民调，这上新的，这是民意基金会6月9號到11號的民調，贊成的35.9%，比5月份降差不多0.8%，無贊成的57.7%，比5月份加3.5%。你安怎來解讀？這真合理啊！我賴清德40%當選啊，民進黨的支持本盤嘛是差不多40%啊。我所以講咱。委員即個咱這原住民的委員你安尼啦你拄則講我非常袂當認同。你講阮佇亂，較早豬哥正跳去你舞台頂拍院長的時陣，你敢要看？他現在變共產黨了。無啦，你講我是講迄是另外一回事啦。你較咱就現在的事實來講。對啊，我即擺是講，伊講阮佇亂嘛。過去民進黨伫亂的時陣豬哥正跳去你立法院院長的舞台拍院長的時陣，迄當初阮國民黨敢唔講要來，攏甲咱民進黨攏來甲罷免，有無？無嘛。我少講一點啦，就是他們說通匪賣台啦。不，我講啦，我若要佫講這，伊佫講袂完啦，我講互你聽啦。好啦，安尼若賣救，阮的黨主席，阮的較早的總統，即馬佇大陸，今日嘛佇大陸，來，兩個人甲殺起來，甲綁起來，都對啊。無啦，你講，阮反共，阮一定愛反共。國民黨若反共，這代志真大條嘛，對無？委員，恁的黨章內面寫恁要愛反共呢？無，迄是較早的歷史的背景。恁無黨章愛改？我有真濟愛改，
吼，咱包括咱的立法嘛共款，中华民国宪法咱包括是倒位，中国大陆拢咱的呢。啊，是毋是你讲？宪法毋来改改一个。我即摆讲就事论事，吼，你即摆若讲国民党啊，甲你民进党啊来反共，大清地有去看过迄个上海市长无？我迄个高雄市较早市长，吼，陈菊有去上海无？有嘛？我谢东廷有去无？有嘛？咱迄个安基昌最近嘛讲嘛要去啊。无，对无？大总统迄阵时去的时候，个人讲台动呢。嘛，我讲拢有去，咱袂当讲吼，即摆吼历史的背景已经改变啦，吼，咱袂使安尼讲。你若大商拢叫转来，啊，遐大商拢是飞碟，你了解我意思无？咱袂使安尼讲，咱已经在民国77年的时阵吼，就经讲要过新进前，迄当时就改，已经开放探亲啊嘛，嘛改严啊嘛，吼，我嘛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啊嘛，所以讲你即摆讲拢共产党，咱那个反，我你即摆遐大商呢，要哪创？互恁机拢莫飞，咱大包钱拢袂使用，拢叫转来。对无？我感觉讲，咱即马袂当搁看讲较早历史背景讲。所以你有主张讲，第一要改党章，第二爱甲即个甲共产党的态度甲关系啊讲个清楚，好在即摆的大把面的时阵。我这样举例好了啦哈。我举以高金素梅为例啦哈。我们原住民也慢慢发现啦，确实，我们看到他整个质询很犀利，但是他是对我们的官员很犀利。但是大家不曾看过他敢讲中国一句，甚至大家慢慢从他很多的质询内容当中发现说，他是不是在为中国做质询？我举个例子，像我们要推南向政策，他就挡啊，好，然后呢，像我们以这次的来讲，原民会区一个2800万，每一年办一次南岛论坛，邀请南岛国家，他不是冻结哦。它是全数删除哦，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很奇怪？那像你看我们在发展那个太空，当初要立法的时候，还以为散地的时候，跟你讲理由不？我举一个例子，像迄阵不是要弄那个太空发展法，他的脸书就做了一支影片，公哪一个国家发展火箭偌恐怖偌可怕，举了10几个国家就没有。火箭发展大国中国，整个影片里面10几个国家就没有中国，就讲说火箭多可怕多可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也有慢慢发现到他的那些质询的主题内容，就是对官员呢非常讲来讲去都是卡到中国，那大家就慢慢会这样子想嘛。是议员你去讲1分钟。不啦，我咧讲啦吼。阮叫做在野党，你叫做政党啦。你讲高金素梅，阮若甲恁反对，阮若拢无反对，安尼阮就变吼执政党。恁爱偌济，阮恁偌济，恁党的政策我拢甲你支持。我是说骂中国，一声都不敢吭，讲中国一句都不敢吭。你讲中国吼，迄个马英九你做总统啦，恁讲吼马英九甲台湾袂调去啦，甲8年敢袂调，没有卖台啊。我是感觉讲做一个总统，你一定爱吼，甲咱这个人民安定落来。吼，阿强啊，为什么伊今仔日安尼？我是这样造成的，爱把这个问题吹出来。过去国民党马英九甲李登辉伫做执政的时阵嘛无遐严重，民进党伫执政8年、9年、10年来，所以你有同意馆长今仔讲伊中共，而且阿强的安尼就是咱台湾坏坏。唔是啊，莫讲坏坏啦，就讲咱这个吼总统要有政治智慧解决问题啦。安尼讲就对啊！你讲今日咱老百姓甲因拢有伫交流嘛？过去像我即马伫大学，上海大学，我伫上海大复旦大学，阮大家拢有伫交流嘛，真好啊！那有啥无好？因会当来阮遮读书，我嘛当去那读书啊！这是两个吼总统甲因的总书记，要有一个政治智慧要做来讲啊。嘛，无反对双方面的学生交流嘛？对啊，是吧？所以讲我讲，问老师上知啊，蔡老师。对啦，你去交流，你袂当讲两方拢属于一个中国啦。你搁伫遐讲吼。这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但是你讲这个意思就是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啦。这个物件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搁讲恁的立法委员搁伫遐讲吼，为着即马内战嘛，所以咱要来画这金门的迄个金涵界的这水域。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你要统一，你个人的支持，但是台湾多数的民意是要维持现状啊。你讲分久必合嘛无啊，因为咱台湾是这个民主变去交易这。集权的统治要夹做伙啊！你去交流无紧，但是你袂使用你家己的主张讲吼，阮就是要统一的，但是台湾大多数的人无要统一啦，
这重点是放伫遮，所以中国国民党嘛要了解这件代志，吼。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你唔通水鬼啊找成王啦。恁吼426游行的时阵吼，你讲吼这种司法迫害啦，要争独裁啦，但是事实上，你看迄起诉书内底有写，恁就是规旁的伫党内咧抄遐名单啊，而且两个个抄。 迄两个无共区的哦，一个中正万华，一个是树林的。所以蔡老师，所以那刷落去哦，真像何志安尼讲的，讲你刷落来社会气氛就是咧讲罢免不爱罢免，罢免不爱罢免。但是这个罢免的理由，你认为这个主张、这个主题应该放伫对着中国的态度，还是对着即摆罢免大家咧吵甲拢不爱认错？ 你认为都一种？我讲啊，就是讲吼，对中国态度有一部分啦。我袂当讲你交中国有强无啊，但是你有一个代志，就是讲吼，你会去做一寡代志，互中国总欢喜的啦。哦，啊，这第一点啦，吼。啊，第二点就是讲，你立法院杀遐个法案啦，吼。其实有一个上重要的，立法院叫总统来报告，这宪法有规定嘛，你就叫伊来，伊同意。伊毋是啊，甲你解释讲，你一年内底3月以前一定要来报告。 你就是用修改法律去修改宪法嘛，这就是恁将权力吼，拢撒伫手里啦。恁家己看伊当做啥太上立法院啊，所以这公民先爱签31个出来。你拢讲是民进党伫后壁咧创，无毋对。但是公民团体伊嘛是一步一脚印去用的啊，伊毋是去抄来的呢。我要甲你讲的讲，你有遐济人要来挺这个罢免，恁家己感觉恁来检视我检讨啦。 因为你当时讲哦，你这种恶霸，但事实上是恁恶霸，啥啦？你用抄的嘛，所以是超叫恶霸是恁啦。你知影意思？你袂使用抄的，我就甲金正议员顶头讲，你一步一脚印无问题。你到今恁的主席有出来回实的吗？无啊。伊若回实的对罢免其实有帮助啦，但是伊无爱做。伊无爱做。如果若今仔日党主席出来讲啊，我实在对不起啊，歹势。啊，阮可能罢免敢会会较严重嘛，这是一定的嘛。经济议员你认为咧？大罢免吼，这抄当然这吼，阮国民党吼有淡薄仔做了无毋对的所在，没有吼，尤其是党中央爱出来回实的。 我是感觉讲吼，咱做了无好的所在，咱来改进。这态度真赞。我感觉，这司法为虾米甲阮吼，这个党工吼，我台湾全省的党部吼，我拢去搜索吼，我去掠啊，有的交保，有的收押禁见，迄代表讲阮这一寡党工有去共抄，吼，我有一寡吼，迄个死亡的人数，阮嘛拢甲抄起来。我即嘛吼，侦查当伫侦查当中啦吼。我即嘛想咧讲啦，我讲一个事实就讲，当时。 吼，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咱就退出来嘛。吼，咱中华民国退出来嘛。我即摆在联合国内面有193个国家，有成员国，有180个是承认，讲中国，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所以讲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咱的政治，不管咱做总统的人，爱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唔是讲我临今过来解决就当解决啦嘛。所以讲当然咯，当然啦，就是讲咱即摆要安怎讲，甲压重啊，要量化。我来讲啦，咱老师我来你讲吼，咱唔是讲吼，阮多数的人拢无要互压重啊管，这是事实。多数人嘛无希望讲即摆统一，那有超过一半人讲即摆维持即摆现状，这是上介好啊。恁若无吼统一无票房。 吼，独立嘛也来吼战争。我定下讲啊，议员，你在国民党内面算少数吧？干嘛少数？安怎讲少数？就是要维持现状，但是即摆连维持现状发动，就变做台独呢？不啦，即摆是安尼啦吼。其实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好，我定下讲吼，咱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就是讲中华民国就中华民国，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咱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嘛。所以。 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虽然讲虽然会啦，安尼就好啊嘛，对不？但是伊就不爱承认咱。我是讲我补充就讲，馆长啊，人家问讲你是毋是台湾人？我讲我是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毋过我是用台胞证入来中国大陆，安尼唔就好啊？安尼讲，你早知影应该来找你。伊是你是倒一国的人嘛？我中华民国啊，毋过我来大陆是我摕台胞证入来的啊，安尼就好啊。 伊无安尼讲，应该早就找你来合作。无啦，即摆你看民调就知影讲，其实大罢免走到后壁的时阵吼，民进党这大罢免气氛是有较低啦。吼，民调你看会出来嘛？这几个代志嘛，第一个是川普的关税嘛，吼，迄规全世界的
大家注意力无走去遐去。而且世界的潮流变嘛，原本的世界的潮流就是亲美抗中嘛，今嘛是大家都跟川普都不美好啊，怀疑川普嘛，以美嘛，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大罢免本来两支条卡嘛，吼，一个是抗中保台，吼，一个是乱删预算，吼，结果你即马乱删预算这条，吼，你敢早已出迄代志，吼，你本来讲我连卫生纸拢无，吼，我冷气无就开，我这个无，我迄个无，结果人发现到你公共车乱用嘛，对不？就即马有人讲你监察院预算删得不对。无，大家拢讲你这监委就是该死啊！吼，台领安尼台无够啊！吼，都搭一个捷运，甲要你的命的一样吼，迄大家听袂落嘛，对不？过来一个，你讲抗中保台这代志，我讲一个是川普，一个最近什么样？吼，所以你讲你即马你你这两个代志，你就无法度维持嘛。我讲上简单的啦，4月2号讲川普讲关税对无？你知影？你会记得台湾三月在讲啥？3月在吵啥？3月啊？今年3月在吵啥？拢咧吵雅雅案嘛，对不对？拢咧吵共谍嘛。那是迄种氛围时，馆长去甲安尼去，迄阵卖讲直播，你去遐人讲台湾人都一口口水流吐死了嘛。伊即卖会当安尼去，吼，阁有遮侪人看，就好嘛，遮侪人骂。吼，就表示讲你原来你大罢免迄个氛围，你 keep 不，你没有办法维持住嘛。所以你安尼，你的意思是讲安尼，当初甲行落，搁行1个月，可能搁较降低。即马看起来是讲你搁还在那个下降的过程嘛。你不管你看偌千的民调嘛是共款嘛，吼，嘛是4月开始测落嘛，吼，各家民调都一样，你莫讲加悬啦，吼，趋势各家民调都一样，开始测落。你即马要看的是讲，到尾啊，吼，到要罢免投票的时阵，吼，迄个中央中间选民有偌济要出来啊。即马你看下你的民调，你看，咱看这个高策分析吼，伊讲吼，倾向投无同意罢免的投票率超过5%，倾向投同意票的投票率超过8%6啦。结果算起来吼，罢免方哦。会赢反罢免方超7.5%。即马看起来是安尼嘛吼，原来你若是讲，我讲你若是用3月的时阵哦，已经拢过啊，吼3月时阵差够较济啦，吼，你即马是讲，因为你即马时间还袂定嘛，吼，你定了后，你这大罢免会愈烧嘛，烧的时阵，毋过即马是讲，你青只你的盘就生做即型固定去，毋是。已经跟到足上悬啊啦，而且他整个策略上面，伊无要真注重中间选民嘛，好，绿营在这次大罢免中间的是巩固基本盘，没有。你认为讲去强调这个罢免的时阵，抄名册、共投顾资这项代志去强调有效啊无效？迄拢过去啊啦，31-0就出来，你讲遐。你讲，所以讲这都无效啊。就已生出来啊！吼，你讲10个月前的代志，这一定有影响，毋是讲无影响。要毋过在即马这个时间点，吼，迄真有限啊！就像朱立伦今仔讲，哦，你看青嘛是抄，你剪掉为什么不去查？即马就31-0要投票，搁1个月要投票啊！你讲迄？因为即马起诉书内面拢写甲明明白白。毋是啊，你起诉书我来讲嘛，即马。已经敲到密密麻麻，谁记得哪一个起诉书啊？哈，民进党、国民党互人敲几个、压几个，你敢会记得？16、17个吧。你就知影16、17个嘛，倒一个是倒一个，你敢会记得？阮知影，你讲像阮咧走新闻的，因做议员、做立委的，伊就知影是黄旅，对无？你除了黄旅以外，另外17个，你叫一个名出来听看卖。你唔知嘛，所以。迄就对民众来讲，就是国民党有抄。我知啦，但是我歹势讲啦。即嘛，佫加两个嘛，我嘛无什么感觉。你讲民众，无头仔经过议员讲哦，若是主席出来讲歹势。是啦，迄个已经过去啊。迄是1个月前咧讲这有效啦。即嘛讲这袂有戏啦。即嘛要输赢啦，即嘛要输赢啦。
即摆就是真正第三阶段要拼输赢，就是安尼啊，就要拼输赢。我补充一句啦吼，这有千哪的选民出来连署啦。啊，我意思是讲，有过去支持国民党这立委的选民，伊即届有可能就是我都无出来投票，反正我都免投，啊是感觉讲，所以因的投票率这边是较低啦。吼，这是因的危机啊。吼，啊因若感觉讲这稳的，吼，啊这财产黄的，我唔免去用，这是有危险的啦。吼，无遮济即卖现任的立委啊，徛看板，吼，啊去徛街头，是安那，因家己嘛小可会错。吼，啊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吼，你若一直拢无回实的中间选民会感觉讲，啊你这态度唔对咧，吼，你抄遮济，我袂记你的名，但是这是规旁那蚂蚱的啦。我甲恁提醒啊，恁是规旁那蚂蚱的啊，但是你佫讲拢无，我也无爱回实的。但是恁咧指责别人的时阵讲，你一定爱回实的，你爱实质爱落台。吼，你这公务车，我要甲大家报告啦。立法院的公务车，立法院有真正好好使用吗？你若要讲这个问题，会全面的小调。我无证据，我唔敢讲。我知啦，我意思是讲，我意思就是讲，我意思，我去讲一句就好啦。我意思就是讲，你若感觉课税啊，这罢免拢袂过，我讲安尼是足危险的。议员咧选举的人，伊就知啊。你若要用安尼是足差。来，先何志讲一下。老师讲到立法院公车，我照立法院这句，我爱替立委讲起来。立委甲干委无啥共款，吼，干委伊啥物是公务最清楚的啦，吼。啊，立委吼，我去做选民服务，我去做选民服务。比如说，我讲赶快去剃头，吼，这可能我会调卡啊。对不？我的公务有矛盾理呢。我比如说我一个照顾生理，我讲一个较平常的。我早一下哥去甲做美容。我较常见的，立委坐公务车上通告，有哦，足济嘛，对不？啊，你讲啊，你一般人讲，你哪会当坐公务车来赚钱？对啊。好，那讲对立委来讲不是啊。我等一下宣扬理念，我去为了我的选举啊，我的政党宣传啊。所以立委的物件甲干委袂当共款算。搁一个吼，立委有时间，吼有限制的时间，那你的时间内底你用了你袂当用，吼干委甲其他公务车24点钟啊，无啥共款，因为伊就安尼用。所以我毋是知影党啊，毋是青啊白啊蓝的问题，就我甲立委的物件摕来甲这个比哦，无遐公平啦。啊，所以讲你讲沈博阳迄，我无甲去食火锅，吼。伊嘛讲阮咧开会啊，对不？去食饭嘛可以啊，对啊，所以我先问委员，委员你感觉咧？你车拢安怎用？其实我用车的时间很少，应该像我们都有，因为你一摆我们都有对，不是因为我们有额度，我们有额度，好，那好像80小时，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其实每个月都用不满，那这个额度之内。就是你可以来使用，那像我最多就是拿去跑部落用，所以我一趟出去可能就花掉10个小时，对，好，那在这个额度之内的话，我想没有太多的限制啦。但是委员，你敢会亲像他何志讲哦，我来剃一下剪一下头毛嘛是选民服务。这个其实你家己心内安那？我先说，你到部落时阵，根本没食饭，对不？我同意刚才的那个说法，我非常同意哦。那只是说，如果问到我个人的话，当然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去注意一下别人的观感。所以像那种去理头发的，我就绝对不敢用；那种纯私事的，我就不敢。但是当然也有可能，我的族人在台北，他开了一家美容院，我今天能够去搞关节，这个论点我很接受，只是说个人就是要自己去斟酌。去审酌，就是说在什么样的范围之内。这真歹溜俩呢。对，但是这个没有什么那个。议员，你有公务车？我无，我议会嘛有啦，不过我有家己的车。你拢无咧用？我安尼讲啦吼，我讲一个啦吼。好啦，即摆讲吼，迄落南部起来立法委员吼，我即摆伫立法院开会人艰苦吼，我即摆坐迄落公务车去看医生，安尼使无？安尼使无？委员，我问你，安尼使无？人艰苦。如果我的艰苦是因为我选民服务，我感觉淡薄仔头壳光我就要去看医生，我叫公务所甲我再来去我诊所看者，安尼会使无？会使嘛？这嘛无违法嘛？就对，就额度内。对不？我你若讲啊好，我迄个巴肚枵，
吼，我若想讲啊，我要来遐小馆啊去食物件，我你得放伊开，毋过我开会开出来，还佫随倒转来，我无也无车，无你要我坐客人车，其实这拢合理啊合法的啦。立法委员甲监察委员无共款，因为是选民所选出来的代表，我因迄是吼，我迄个吼总统聘请的迄个监察委员无共，吼，我要问一个委员吼一个问题啦，就是讲。我即摆是安尼啦，咱吼，迄个咱单大哥吼，伊讲的讲吼，咱3月伫讲爷，阮定定伫厝底下伫探讨，伊就是咧大陆个嘛，寄来咱遮，伊讲吼，伊支持武统嘛，就甲赶倒转去。那一个美国人讲，伊嘛支持武统，你有要甲美国人赶倒转去无？你认为呢？那讲一个美国人啊，吼，伫台湾啊，我嘛支持武统，我说爷转去，我一个美国人。你才挂灯不？那恁的认为呢？我们界定那个是因为他把他视为外国人嘛，然后发表。美国人，对啊，美国人嘛，外国人我们也界定中国人嘛是外国人啊，对啊，所以。伊过来啊，伊即摆嘛摕到身份证啊。啊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标准一样啊。我的意思就是标准一样，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已经有去界定那个是外国人，然后呢这样的言论呢是国安。好，所以我觉得标准是一样的。不啦，我即摆是应该是武力统一这种言论，这我请老师来讲。对啦，伊这就是讲，当然吼，有讲爱都无行动啊，伊敢若用讲的啊。但是伊这已经违反着伊的居留这个原因，因为咱的两岸关系条例内底就是讲，伊这有影响到国家安全的言论的部分吼。这咱会当讲伊的居留权吼，毋是身份证哦，是居留权的部分甲取消啦。啊，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立委会当坐伊的公务车去反罢免，会袂？这应该唔是公务啊！哎呀，对啊，啊，即摆问题就是出伫遮啦，吼。当然，恁会当标准拢讲哦一致，吼，伊要选民服务，哦，你讲你会使去，哦，选民服务。啊，但是伊要反罢免时，伊坐公务车去反罢免啊，哦，意思讲伊大家来斗我，大家来斗我，这分得清楚啦。无恁的标准对监察委员是真严格啊，吼。包括去洗头啦，吼啊晒狗啊去美容啦，这拢袂使。吼，恁标准是安尼嘛？吼，啊，恁就是标准甲定好。啊，恁立法委员，恁嘛是照这个标准，袂当讲吼，恁咧立法的时阵，恁较松啦，啊，别人较严啦，无这个代志。但是老师，那照他做这个校长所讲的，说有当时实在是无法度抓这个界线，啊，要安怎？对，啊，你就是讲有一个规范，比如讲吼。甲新竹以北，吼，也是讲你走选区，吼，你有一个考塔，这拢会当规定，吼。啊，但是你若要办私人的代志的时，尽量较无好，就算无违法啦，嘛歹看啦，真正歹看啦。你讲，因为即摆吼，狗仔队足济啊，该翕一个，吼。我的意思就是讲，大家标准共款，啊，国民党要讲这件代志嘛，无要紧啦。以后你要剃别人的喙鬚，你家己喙鬚嘛爱剃哦。老师，话佫讲转来，这项代志敢会影响到罢免？当然嘛，影响到罢免啦，因为对公民团体来讲吼，伊感觉讲好啊，恁会当徛一个看板，恁会当用这个车去走迄个选反罢免，啊，阮拢无呢，这资源是无对等的。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所以就是讲，无要紧，你大家讲好，吼，啊，你这反罢免时，你家己坐驶家己的车去，袂使用公务车。足简单的道理。反罢免迄是政治活动啊，迄哪会使？迄安尼啦，我即马是安尼讲啦吼，就讲阮私底下伫问啦吼，问讲阮国民党吼31个反罢免啦吼，我问一般的民众吼，阮定下咧开会交通，你敢有支持？我第一条我甲恁讲哦，阮国民党的这吼立法委员吼，伊吼无带小姐去开房间哦。伊无做什么代志，伊嘛无贪污哦，嘛无讲吼，伊下班吼就偷验去吼，带小姐去开房间哦，嘛拢无啊，嘛无去什么租厝啦，有诶无诶，迄拢无啊，啊无是我讲为什么要甲因罢免？因就讲阮乌白太因的预算啦，吼，阮无犯恶强啊啦，啊你敢袂当接受？多数人拢袂当接受，你了解我说？你的支持者？系对，所以讲看起来就是安尼啊，就是咱即摆看到这民调。但是小等吼，以外，但是后面有写讲投票率吼差真济呢。啊，唔只会讲啊，佫差7.5%，你要安怎努力？咱即摆就讲吼，无赞成嘛，吼。咱就讲吼，一般来讲吼，你无赞成的人较无爱出来投票，啊那样呢？无同意啊！你看超5成嘛，无同意啊，无同意罢免有5成呢。无同意罢免的人投票率才5.4%，啊同意罢免的人有8.6%啦，啊所以唔只一来一去吼，反罢免的这个会输7.5%。
啊，这恁即摆安怎拍拼？当然啦，即马阮下个继续开始来一寡做事，像阮即马2就敢吼，阮家人市长，阮嘛要做事，就是讲吼，阮互民众知影。热情。嘿，我就爱甲遮，就爱出来投票。你即马来干嘛？你拢唔爱出来投，到时阵会叫人罢免掉。好，来。我建议哈，我其实我要讲，因为我在立法院里面，我感受很清楚。其实这些公民团体。他们其实说出来的话，他们其实目标很一致，他们的理念也很相同，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你把会期拉长，我认为是帮罢免增温。为什么？因为大家始终没搞清楚，不是因为你品德操守的问题，也不是因为你怎么样。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一届，不是这一届，你看所有修宪法、宪法。